台湾台顶14号第二回即巡体育局指出，台南桌球选手顶个月参加世界U15中学生运动会，摕下金牌、银牌甲铜牌好成绩。其中金牌选手竟是对屏东转职来，原本老屏东会当摕20万的奖励金，结果来台南市府却无任何奖励，对伊甲教练情何以堪，相当无公平。他从屏东来的，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把优秀的选手，我们他也是看中在台南这个训练的环境跟场地，所以他来到了台南吼，结果就是这个奖金又让他觉得，这个情何以堪哦。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修订的版本，什么时候会公布？这一次可以试用吗？我们现在就是按程序哦，我们送市府这边核定以后就 OK 了。那这一次这些优秀的选手可以来试用。好，那预计可以拿到多少钱？金牌可以拿到9万。9万吼，你看我们这个屏东有20万呢。看中台南的训练环境，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好的训练，所以这么优秀的选手才会来到台南。但是这个奖金会让他觉得说，那我原来如果在台南，我可能可以有20万的奖金，那台南呢？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给选手更多、更实质的鼓励啦。这部分，而且尽快的公布。台湾进一步质疑职业运动选手的认定标准，因为有选手明明有将近30项得奖，甲参与国家代表队的纪录，却无法度列为职业，甚至连申请清洁队员的职缺嘛无法度。要求体育局建立公平评选机制，照顾选手有稳定的就业出路。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